这个海军甲空军昨嘛来进行着实弹预演，嘛是顺利达成任务。 F-16战斗机升空，花莲空军基地为了13要举行的汉光演习，出动8台 F-16战斗机，每一台拢挂2粒2000磅的通用炸弹武器，失去空中优势保护的敌人的登陆军团实施炸射，最后是一日完成投射，达成任务。 海军公马出动剑龙级的潜水艇，伫台湾东南海域试射重型鱼雷，将已经渡野的诺克斯级的自文当作目标，并且有拍到。估计伫汉光36号演习的期间，将搁发射另外一粒的舰雷，这嘛是经过13年搁发射鱼雷。我们未来的潜舰适合会设哪一种鱼雷？这一些会有一些参数，这些参数也是要给未来我们发展我们潜舰国造。 作为一个参考。专家认为讲，发射鱼雷主要目的是要验证海军的战力，因应中国最近一直有军机、军舰来威胁，加中共潜水艇的出入。一粒重型鱼雷威力会使登上航空母舰，2粒就会使互航空母舰沉落去。是讲同一个时间，美国有一台电侦机为奥吉纳瓦起飞。 因台湾东部的海域，搁转到巴士海峡，一路线拄好飞过操演区的边仔，引起讨论。国军毋但伫海上操演尔，昨搁敢若有向闪飞弹的车队伫台东市伫行，并且安排警察车甲救护车带路。伫汉光演习举行前，国军预演的动作有够多，互人感受到无啥共款的气氛。